同法利賽派嘅人對耶穌講：老師啊，你可唔可以行一個神蹟俾我哋睇下？耶穌就回答啦：喺呢個邪惡淫亂嘅時代，仍然想睇啲乜嘢神蹟呢？除咗約拿先知嘅神蹟之外，冇乜嘢神蹟俾你哋睇啦。約拿喺一條大魚嘅肚裏邊3日3夜，我亦都要咁樣喺地裏邊3日3夜。喺審判嘅時候，尼尼微城嘅人要起嚟控告呢個罪惡充斥嘅世代，因為佢哋聽到約拿嘅警告就悔改。睇下呢度有一位比約拿更偉大嘅，仲有啊，南方嘅示巴女王亦都要起嚟定呢個世代嘅罪，因為佢曾經不遠千里而來聽所羅門王智慧嘅說話。睇下今日呢一度有一位比所羅門王更大嘅，有一隻烏鬼離開咗佢所控制嘅人，喺旱地四處遊蕩，想揾新嘅棲身之所，但係揾嚟揾去都揾唔到。佢就諗啦，仲係翻去老地方啦。佢翻嚟之後，睇見嗰間屋係空嘅，裏邊仲打掃得乾淨整齊。佢就帶咗7個比自己更加兇惡嘅烏鬼嚟入去屋裏邊一齊住喺嗰度。呢個人嘅下場比以前更慘啊！今日邪惡嘅時代同嗰個人嘅情況正係一樣。耶穌仲喺度同大家講嘢嘅時候，佢嘅媽媽同細佬就企喺出邊揾佢，有說話要對佢講。有人就同耶穌講啦：你嘅媽媽同細佬企喺出邊，有說話要同你講啊！耶穌回答嗰個人話：邊個係我嘅媽媽？邊個係我嘅兄弟啊？佢伸出手嚟指住門徒話：你睇，呢啲人就係我嘅媽媽，我嘅兄弟。無論邊個人，凡係遵行我天父旨意嘅，就係我嘅兄弟姊妹同埋媽媽啦。